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20节，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良善品德。以赛亚先知称以色列为虫，就很像施洗约翰称犹太人为毒蛇的种类一样，因为他们离开上帝的真道，违背上帝的诫命，没有良善的品德。虽然如此，上帝仍然差遣他的仆人先知来预言他的拯救和救恩。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20节这样提到，上主说：以色列，我的子民啊，你虽弱小，也不用害怕，我是救赎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我要帮助你，我要把你当打谷机，装上又新又利的齿。你要打碎山岭，毁灭他们；你要打碎小山，使他们成为灰尘。你要把他们剥扬起来，让风吹散，让飓风把他们刮走。但是你要欢喜，因为我是你的上主，你要赞美我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当我穷苦的子民寻求水喝，当他们喉咙干渴，我上主要垂听他们的祷告。我以色列的上帝不遗弃他们。我要在荒山时江河出现，在山谷时泉水涌流。我要使沙漠有湖泊，使旱地有水源。我要在沙漠中种植香柏树和金合欢树，也种番石榴树和橄榄树。旷野中将有松树、杉树和黄杨树。大家一看见就知道我是上主。我成就了这一切，他们会明白以色列的神圣的上帝使这事实现。上帝要预备他的救恩给世上所有的人，愿意接受的人，愿意跟随上帝而行善的人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，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，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这样说道：弟兄姐妹们，我自己确实知道你们满有良善的品德，也具备着丰富的知识，能够彼此劝导。但是在这封信里，对于某些问题，我仍然大胆地提醒你们。我这样直言无讳，是因为上帝给我特权，使我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在外邦人当中工作。我像祭司一样的宣讲上帝的福音，我要使外邦人成为圣灵所献上的祭物，是上帝所悦纳的。这样，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，我可以因着侍奉上帝而觉得光荣。我所要大胆讲的只是一句话：基督借着我的言语行为，又以奇迹奇事和上帝之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归顺上帝。因此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一带地方，我到处传扬关于基督的福音。我一向抱负着是在还没有听见基督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我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。圣经说过，我不曾认识他的人要看见，没有听过他的人要领悟。基督徒呢，蒙召得救不是为了名声，而是希望自己有好的生命品质，
有优良的品德来使得益处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，来获得永生。诗篇21篇，上主啊，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，他因你所赐的胜利快乐。你成全了他的心愿，你答应了他的祈求，你赐给他无穷的幸福，把金冠冕加在他头上。他向你求寿，你就赐给他；他向你求寿无疆，他因你的帮助得了大荣耀。你赐给他光荣尊严，你给他鸿福永无穷尽。你的同在使他充满喜乐。君王信靠上主，甚至高者的慈爱，他的王权巩固。君王要收捕他一切的仇敌，他要俘虏憎恨他的人。他出现的时候，要像一阵热火烧毁他们。上主要在震怒当中扑灭他们，烈火要烧尽他们，君王要毁灭他们的子孙，他们要杀戮成他们的后裔，他们阴谋为害却不成功，他要拉弓瞄射，使他们掉头逃跑。上主啊，愿你显出的力量，我们赞美歌颂你的大能。恳求上帝，慈悲的上帝帮助我们恳切的学习谦卑，并且呢，给我们一颗为善的心，成为我们的爱的出口，与主同工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